昆定国家公园24点钟的影像，即马是透过 YouTube 的频道伫网络顶头直播放送。也毋过有民众即马是发现讲，中国的乌北电视台官方的抖音无经过咱的授权，就偷摕咱昆定的相片，那个写屏东发生地动这款假消息。有网友即马是挑故意去这粒镜头顶头前去画国旗，要逼中国甲这个影像摕掉。昆定街路影像直播看起来真正常，毋过详细看字体是中国简体字，边啊配合台湾地动监控图，下卡标题佮发布屏东5点4级地动嘅信息。有网友发现了后，马上去镜头前扔国旗，逼导向的中国抖音账户将这影像摕落来。甲咱骚扰吼，咱是感觉讲是足苦的，足苦。啊，因为咱是讲住伫乡村这个所在吼，咱是不时都看到，敢若有迄战斗机伫过吼，但是咱的民心袂浮躁，就是原本就没有的事情，那他就只是截取了一段影像，无中生有去误导说中国大陆对台湾的一些看法。也国旗的民众低调无愿意出来，影像经过比对是警管处设伫的白楼大门的监视器，透过 YouTube 频道直播。不过中国封锁 YouTube 频道，河北电视台官方抖音率营转播画面，是不是有治安记录呢？本处接获通报后，也通盘检视本处官网，也没有任何被入侵的一个现象，因此并无治安的疑虑。警管处指出，国家公园即时影像直播主要作用是让全世界民众透过网络即时掌握国家公园的人潮、甲交通状况、甲风景的风光、无治安记录。只是网络快速流通的时代，要避免做到故意变做假消息误导，民众爱加查证。记者综合报道。